台中市的东区有一间国小，讲有学生集体共偷摕钱。有一个王先生讲，伊的查囝是读国校5年的，下定带6年的学者，倒来厝内底耍音乐家。但是奇怪，伫迄段时间，厝内底现金不时都无去，讲前后判见10外万。尾后王先生伫个房间内按监视器，果然翕到有学生伫个耍音乐家过程中，甲偷摕钱。学校来回应讲，偷摕钱的学生至少有3个，已经发通知单予家长，提醒家长要多多注意到囡仔偏差的行为。教育局嘛已经介入了解。老长头毛穿白色式洋装，这个查某囡仔一个看无人尔，拖拍开将内底现金摕去，煞来离开现场，敢若真熟手。姐姐来家里来的时候只有旧钞，走的时候她看到包包有新钞。在台中，这个王先生讲，为5月开始，这个读5年的查某囝时常带一个转学过来读6年的学者来厝内耍，逐摆拢有财物的无去，伊决定按监视器要抓查啦。我就从监视器看到他很快的就到抽屉柜前面抽了一叠现金，然后又装作若无其事的走出去。依照王先生估计，财物的损失上少10万块。后来甲学校反映，校方其实早就知讲，这个学生囡仔有偏差行为，不过拢无处理。生气的是，从导师的反应来看，其实你们早就都知道有这个事情，但是却不处理。学校讲有发到全校的家长一张学生偏差行为案例警报的通知单，提醒家长，若学生有这款行为，要辅导。那因为学校是没有任何调查权的，所以有关于这一件的事情呢，我们只能透过辅导室去针对学生去了解说这件事情的一些真相，跟后续的辅导一些行为。依照学校了解，有3个学生囡仔利用去同学引导佚佗时偷摕物件，这个代志教育局嘛真重视。引请学校务必要深入的了解处理之外也会加强学校的法治教育，来融入课程及活动。囡仔行为是物欲的需求，还是只是要引起注意尔？老师甲家长应该先去了解伊的动机，叫做对症下药，解决问题。